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3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5章24节到31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果子。我们回到了加州的家里面，发现呢，我们的前院的一棵葡萄树仍然活得非常好。不但如此，在树上我发现了结了大概有20颗的苹果。这对我们来说，这可是真的是意外的恩典收获。因为3年来疏于照顾的院子中，这样的果树仍然可以有果实可以收成。种植果树的目的，当然就是等着要收成的时候有果实可以收。如果种植了几年却完全没有收成的时候，一般而言，我们会将果树就铲除掉了。当我们谈到了过去在讲的以色列国的扫罗王，他有很大的问题，他犯了2个大错误。第一个就是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擅自献祭，没有等撒母耳的来到。另外一件事情是，当他们打胜仗的时候，他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，将所有的牲畜给杀灭，反而擅自留下了肥美的这个牲畜。原因是他不听从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他却辩解说，因为自己很害怕官兵们，所以听他们的话。这个说辞有几个严重的错误。一是他忘记了是谁设立他当以色列的国王。另外，如果他害怕官兵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不适合当君王了。再来是，他虽然承认有错，承认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可是在他的说话当中，仍然推脱不承认自己的错，但是没有诚心的认错。他的生命果树完全的长不出适合的果树。圣经撒母耳上卷15章24到31节这样的记载。扫罗说，是的，我犯了罪，我违背了上主的命令和你的指示，我怕人民，所以照他们所要的去做。现在我恳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跟我一起回到吉甲去，我好敬拜上帝。撒母耳说，我不跟你一起回去，你背弃了上主的命令，他也厌弃你，不要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拉住他的外袍，把衣服撕裂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，今天上主已经把你所统治的以色列国夺回，赐给一个比你更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上帝不说谎，也不会改变主意。他不是世人，他不改变主意。扫罗说，我犯罪了，但是至少请你在人民的长老们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，请跟我一起回去，我好敬拜上主你的上帝。于是扫罗跟着他一起回到吉甲，扫罗就敬拜上主。理论上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不出好果子。
要结好果子，除了树的品种之外，还有平常的水分啊、肥料啊、天候等等的因素。这也是牧师在前言所说到的，我们家的苹果树呢能够有收成，其实这个是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。因为虽然疏于照顾，但是那个自然的环境的影响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，因此就结了一些不错吃的苹果。但是因为我们的树不高，果实不多，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的教导有这样提到：好树不结好果子，坏树也不结好果子。树的好坏从它的果子分辨得出来，你们不会在荆棘里面摘无花果，也不会在蒺藜里面采葡萄。好人从他心里头积存的善发出善来，坏人从他积存的恶发出恶来。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着什么，嘴就说什么。这个果树长果子的教导非常清楚地提到一个概念，就是你的心里充满着什么东西，你的嘴巴就会讲什么。心里想的就是所谓的内在生命，是品种，是品质，也是内涵，或是我们讲灵性。而果子就是一个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品质，是外显的。例如保罗曾经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的圣灵的果实一样，基督徒要如何的活出美好的生命，内外一致是非常重要的。求主帮助。诗篇53篇，人的邪恶。狂傲人自言自语没有上帝，他们都腐败，做了可厌恶的事，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。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，要看看有明智的没有，有没有寻求他的人，可是人人都背离他，个个同样的腐败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上帝发问，作恶的人不明白吗？难道他们都茫然无知吗？他们吞吃我的子民，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，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，经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，因为上帝要杀灭他子民的仇敌。他弃绝了他们，使他们失望蒙羞。愿以色列的拯救从锡安来，那时上帝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，雅各的子孙要雀跃，以色列的人民要欢欣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，来展现我们的灵性，内心是属于上帝的品质，让我们能够从所结的果实当中彰显出上帝的荣耀，诚心实意地成为主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